天文台朝早近9點發出黃色暴雨警告，近2個半鐘頭之後取消。期間大嶼山同新界部分地區錄得超過50毫米雨量。預測今日較後時間仍然多雲有雨。陳家明報導。黃色暴雨警告下，香港多處地方都落住傾盆大雨。九龍城區同埋灣仔區烏雲密佈。喺青葵公路上面揸車，大雨令到前面嘅路都睇唔清楚。原本過2日就係重陽節，有唔少市民會趁星期日上山拜祭。但喺柴灣華人永遠墳場，上山嘅路都被雨水浸滿，只係有好少市民冒雨上山。掃墓人士用膠台布遮住燒豬、生果等祭品，亦都有人喺涼亭度避雨。市民出動遮同埋雨褸，就連大垃圾袋都派上用場。大雨為大嶼山同埋新界部分地區帶嚟超過50毫米嘅雨量，仲有啲雨區咧喺西邊移緊過嚟，咁所以我哋預計咧就今日較後時間咧仍然咧就係多雲啦，有雨啦，雨勢亦有時頗大，同埋咧有幾陣狂風雷暴咁樣樣嘅。而家西邊嗰個雨區咧，暫時睇嚟嗰個就冇今朝咁強，咁但係咧你話會唔會有黃色暴雨警告喺呢一刻嚟講就比較難講啦。天文台展望未來幾日都會有雨，但係雨勢會逐漸減弱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家明報道。